所以咱会当去甲教育，会当去甲关心，安叫做地位嘛，叫做利用嘛，吼。所以呢，伊咧来讲是讲，咱今日要有这个地位，咱去破解这个代志。但是无因为咱来讲好，今日你受到什么气？无因为咱来讲歹，你受到怎气呢？绝对不是这个道理。今日咱若开始各位，若因为人甲你讲好，咱作为人修，甲你讲无好，咱修的，咱自导就受了。现在讲，自过去咱台湾政府国民党咧的时阵，阮老爸讲用那个2分钱，迄阵拢收起来，阮中央那个水源，阮老爸记做过，有一届人迄个小叔啊，小叔咧听啦吼，就是派出所的一个专门咧帮个警察教迄个小叔啊，哦，关键人啊，本来要通知阮老爸，所以通知对方迄个水源啊，通知个人。叫阮水源来交无对啦。讲的时阵啊，我也无做歹代志，我有做对代志，你来到这叫我去跑说啊，伊是叫老爸。吼，意思阮老爸咧心一贯道咧，印尼心一贯道安尼袂使。所以过去拢有过物件，所以呢，今日也是过去前一些所做的是对，伊是有地位。我嘛讲，阮老爸当时是有地位坚持，加上。因为阮当时阮老爸开始人，阮内底，阮老爸有4个兄弟，是收吗？当时规个内底我拢有收，阮内底当时咧食，拢爱3块多，拢爱3，我这时阵爱3块多。但是因为阮老爸开始人食素食，有年迄个哪跌到头，迄个哪跌骨头头开始人啊，就对无冰箱嘛，所以菜拢起咧，咱讲叫做哪？咱讲叫菜脯嘛吼，咱对菜脯，较早菜脯为咱当前咱个米粿啦、火粿拢个菜脯来嘛吼，即无啦，像冰箱啦。过去阮老爸伊咧食拢用迄个铁脯啊，铁做用铁啊，插个铁脯啊，伊嘛拢直接拢放入个铁脯内底，拢伊家己人有遐食，吼，但是伊坚持，一人坚持过来，我规内面拢做成素食。到这几年，就阮老爸等到这上这40年内底当中，我在这当中已经无来做素食。但是我讲一个足有地位的，阮老爸当时，伊当时甲下定，阮行这条路是绝对正确，所以伊一路来当中受到政府咧甲拍压，受到政府咧甲处理，阮老爸完全的无退缩。有地位无？有地位。当时阮公安若出嚟，人咧甲我讲，你叫你水源啊吼，人通变味咯。因为吼，人准备要来来关，阮公安阮老爸讲，水源，咱讲吼，你做迄你迄落人你掠咧，人要来来关，你敢知影？阮老爸讲，阮老爸做啥物对？你讲道理用听。叫人拜拜，也无骗人的钱，也无骗人的财，也无骗人的色，也无骗人的物，拢无骗人，要是要在哪里来关？好，国民党当时来讲，你这出国搞，你这阿两搞，你这是俄罗斯这搞，你这香搞，大家讲。但是1717190甲政府当中，今日咱以世界187个国家为一贯道。一贯道总为世界，总为成立个世界有12个国家，有12个国家。咱若入世界一贯道的总道做是，咱6个国家就当入去，6个国家一贯道总会就当入去。是安怎咱12个当入去？中国共产党来查的，唔可以入，因为伊人讲，因为伊一贯道伊就离遐过去咧处理，所以伊唔可以入，伊就活动。所以，这是一种的正义物件，因为要你生就生，不互你生就互你生，所以嘛造成遮侪人类的内底当中遮侪是是非非。但是因为我常咧讲，今日政府唔互你颁布代表咱唔对，政府要互你颁布代表你对，安尼敢对？真足侪状况。